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以专心寻求神，彼此勉励。经文历代志下14章11到12节。Saka tusa no rai-rai, sepa safau atsfang, sejai safau tangasa tusa safau a tusir. 米多伦及阿萨都大邦阿高瓦斯宁拉，大邦奥人基索过妈妈人阿米巴拉玛都达兰扎埃米米埃阿索菲代，马人基索阿巴拉玛都接着来阿鲁曼埃阿索菲代，大邦奥阿高瓦斯尼安，nanai巴拉玛恩卡米伊马蒂尼，那我喊你，你到底儿子卡米伊蒂苏安南。Pakai nian niam i ngangan iso ko saka sarak niam a miluor tunini a cietsulai alumanai a sofitai. Tapangau ukawas niam kiso awa ai ko pakaluitai a tamrau tisuanan han ningra. Saka yu luuren ni asa atau sofitai no yuta ko sofitai no sultan i luiren no tapang ko sofitai no sultan米拉六都长大。亚萨呼求耶和华，他的上帝说：“耶和华啊，在强弱之间，唯有你能帮助。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抵挡这大军。耶和华啊，你是我们的上帝，不要让人胜过你。”于是耶和华击打古实人，使他们败在亚萨和犹大人面前，古实人就逃跑了。 And Asa cried to the Lord his God, O Lord, there is none like you to help. Between the mighty and the weak, help us, O Lord our God, for we rely on you. And in your name we have come against this multitude.O Lord, you are our God. Let not men prevail against you. So the Lord defeated the Ethiopians before Asa and before Judah, and the Ethiopians fled. 士师记2章10到11节。Kakitaan tusa atsfang mutep tangsa tsai safau atusir. Mapatay ito kuya mafana ay ito tapang a tamraw a maamin. Sa ay kafana ko wawa nangra to tapang ato nirmakan no tapang i Israel. Jira raw ko vinauran no Israel i kaayaw no tapang. Mitaong zangra to kahirahira no Baal Hananai a kawas. 那世代的人也都归到自己的列祖。后来兴起的另一世代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知道他为以色列所做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力。 And all that generation also were gathered to their fathers. And there arose another generation after them who did not know the Lord or the work that he had done for Israel.And the people of Israel did what was evil in the sight of the Lord and served the Baals. 亚萨的军兵出自犹大，拿盾牌拿枪的30万人，出自便雅悯拿小盾牌拉弓的28万人，这些全都是大能的勇士。古实人谢拉率领100万军兵300辆战车出来攻击犹大人，到了玛利沙，亚萨出去迎战，在玛利沙的许法谷彼此摆阵。亚萨呼求耶和华他的上帝说：耶和华啊，在强弱之间，唯有你能帮助。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抵挡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上帝，不要让人胜过你。
于是耶和华击打古实人，使他们败在亚萨和犹大人面前，古实人就逃跑了。历代志下第14章记载，古实王谢拉率领100万军兵，300辆战车攻击犹大。在人看来，犹大国兵力有限，面对如此庞大的军队，几乎毫无胜算。这让我们看见，人常常会面对超过自己能力的困境。圣经说，亚萨行耶和华他眼神看为善为正的事。14章的第2节记载，他拆毁偶像，除掉丘坛，带领百姓重新寻求耶和华。一个国家的复兴往往从属灵的更新开始。当古时大军逼近时，犹大面临国家存亡的危机，正如诗篇20篇7节所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真正的信仰往往在困难中被考验。亚萨没有先夸耀自己的军力，而是先向神祷告。他说，耶和华啊，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这显示真正敬畏神的人在困境中首先寻求神。亚萨承认人的有限，也承认神的全能。正如保罗所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圣经记载耶和华击败古时军队，这场胜利提醒我们，真正的得胜不是人的能力，而是神的帮助。今天我们生活在竞争激烈的时代，人很容易依靠自己的能力、经验与聪明，但圣经提醒我们，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可惜亚萨晚年有2件事情没有与神同在。第一，他在政治危机中与亚兰结盟，而没有先寻求神。16章7到9节历代志下记载着，先知哈拿尼责备他说，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这提醒我们，人若只依靠人的方法与努力，往往会失去属灵的眼光。第二，圣经记载亚萨晚年脚上有病，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这段经文并不是说看医生不对，医疗本身也是神所赐的恩典与智慧。然而圣经要提醒的是，人若只依靠人的方法，而忘记寻求神，信仰就会失去重心。因此属灵的原则不是不看医生，而是先寻求神，再善用神所赐的资源。基督徒可以看医生，可以运用人的智慧，但心中真正的依靠仍然是神。亚萨早年专心依靠神，但晚年却有软弱。亚萨是一位好王，却也有缺点与失败。这提醒我们，若一位好王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只是普通的人。因此信仰不是一时的热心，而是一生持续寻求神。士师记2章10节提到一个悲伤的现象。10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到自己的列祖，后来兴起的另一世代不认识耶和华，也不知道他为以色列所做的事。11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力。这在今天的教会提醒最大的危机之一，就是信仰的世代断层。因此信仰需要传承，成熟的陪伴初信者。
父母带领孩子参与教会生活，一同敬拜，一同服侍，使信仰在世世代代中延续。亚萨的生命提醒我们，信仰的道路不是只靠人的聪明，而是要一生专心寻求神。愿我们不只是开始得很好，也能坚持到底，使我们的家庭、教会与族人世世代代都认识主。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像亚萨早年一样专心寻求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事上认定你。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家庭与下一代，使我们的儿女与孙子都认识你，让信仰在我们的族人中世世代代延续。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我